係咧，阿謝律師喺度咧，就係喺度，亦都有機會咧答你哋呢一啲問題㗎。嗱，你哋唔好諗住咧，唔好話難倒阿謝律師喺呢方面咧，好多豐富嘅經驗啊。60428012320，我哋嘅線電話咧就開放㗎啦。咁啊，大家隨時可以打電話上嚟。不過而家呢個時候咧就唔好打啦，因為我哋小休嘅時間，大家準備好你個問題。咁就差唔多嘅時候咧，就可以打電話上嚟。咁大家好醒目嘅，知道幾多時候打電話噶啦，都唔使教你哋噶啦。嗱，咁我哋今日講咧就家庭團聚法，咁就主要嚟講咧就點樣申請個配偶嚇。咁大家咧就可以咧就一陣間謝律師喺度一段時間同大家講下。咁你聽到佢咧話申請配偶而家嚴謹咗好多啦，係咪？點解會咁咧？我會問佢一陣間嚇。OK， 我哋休息一陣間先。華僑之聲陪你關注 HST 關你事。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。脫咗佢啦！真係要脫？脫斑、脫墨、脫肉粒，一次見後仲即刻脫。想保持肌膚零瑕疵，就要嚟蓮浮宮揾 Carol 啦。蓮浮宮喺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840鋪及麗晶廣場2樓，電話778-863-9991，778-863-9991。Craftsman Collision 你好，我爹哋撞咗埋媽咪部車度啊！咁你叫你爹哋嚟 Craftsman， 我哋會幫佢整晒佢兩部車，佢仲可以參加我哋嘅 Back a Jack 大抽獎，有2個機會贏翻部全新嘅 Jaguar XF 房車，咁佢個車房咪靚晒咯。我諗佢間新屋冇車房噃。佢間新屋，媽咪話爹哋要去舊屋噃。我諗佢好快可以翻去真正間屋噶啦。不過我哋都冇養狗嘅。嚟 Craftsman Collision 參加 Back a Jack 大抽獎，仲攞到飛行里數，令你加倍開心。華埠富大海鮮酒家慶祝15周年，為答謝僑巴好友多年嚟嘅支持，富大將於4月23號星期5舉行15周年餐舞會，現場大樂隊伴奏，寬大舞池，俾賓客勁歌熱舞，仲有著名歌星獻唱金曲同埋大抽獎，每席只係368蚊，包貼士、汽水同 GST， 即係乜都包晒啦！咁好嘅節目加美食，4月23號星期5預我哋多幾圍啦！又有室內保安停車場，天氣差都唔怕啦！華埠富大海鮮酒家15周年餐舞會，訂座電話604-602-0368 602-0368。運元冠舉辦清明超戰法會，由4月1號起，為期1個月，每日誦經禮懺，超戰祖先英靈冤親債主，祈願先人安樂，後人得福。凡流年不順或生肖屬虎、蛇、猴、豬者，可解災化劫。請盡早登記，歡迎查詢電話604-323-2018，地址溫哥華東35街2021甲域多里，開朝11至下午5點。各位想買車嘅朋友，大家好！由依家到5月4號，Mini Richmond 嘅二手認證 Mini。都有長達48個月低至 1.9 厘低息貸款。如果你都想買返部優質靚車，請你唔好驚，唔好亂，唔好放棄，因為新車舊不了，舊車不得了。快啲嚟 Cambie 夾 Shell Road 嘅 Mini Richmond 或致電604-233-0700。多謝大家。母親節快樂！係我最中意嘅白蘭氏冰糖燕窩。你知唔知啊？白蘭氏係選用上等凍燕研製，而且採用指紋科技嚟鑑別燕窩嘅來源同真偽，質量最有保證噶啦。凍燕呢採自天然岩凍，比屋燕優勝好多噶。指紋科技就類似 DNA 檢測法，確保白蘭氏採用高品質嘅燕窩。所以話食燕窩係白蘭氏至信得過。175年，活出精彩人生。金道海鮮酒家星期一至5早茶9折，假期除外，3萬龍蝦粥13個8，午市孖寶每款16個8，紅燒乳鴿皇9個9，菜膽雲腿金鈎翅8個8，北菇滑雞飯同南美煲仔飯都係2個9毫半。晚市4頭鮑魚加一款小菜特價28個8毫8，10位用精選海鮮宴，有蟹肉大生翅同上湯龍蝦會超值價238。金道地址溫哥華興街甲32街，電話604-321-4448。今個星期你都嚟低綠平原嘅本田代理，亦即係溫哥華國際爵士音樂節嘅榮譽贊助商，同我哋一齊奏出最動聽嘅駕駛音符啦！今日同聽日，當你試揸任何一部2010年本田型號，即有機會贏到1套2張爵士音樂節門票，每一間本田代理都有10套門票做贈品，而且為咗答謝你對本田汽車嘅支持，仲會免費送你一張 George Benson 嘅 Songs and Stories CD 添。想知多啲試車詳情，今日就嚟低綠平原嘅本田代理或上網 bchonda.com 啦。帝國超級市場今個5、6日週末大減價，游水肉蜆2蚊7毫8一磅，游水龍躉3蚊9毫9一磅，雞中翼3蚊3毫9一磅，豬展2蚊8毫8一磅，台灣大石榴1蚊3毫8一磅，冇核黑提子1蚊6毫8一磅，矮瓜7毫8至一磅。各款大盒裝固力果百力滋5蚊9毫8一盒，各款家寶意大利鳥結糖19個半2包，玉泉忌廉4蚊5毫9一組，仙女香米18蚊9毫9一包。帝國超市喺列治文3路帝國中心，電話604278888。
8890。全溫哥華最豪華嘅無國界美食 Starry Night Restaurant 融合西餐嘅享受同中餐嘅精髓，讓你享盡佳肴美酒。周五、周六晚7點起，仲有現場 live band 表演。Starry Night Restaurant 由國際設計團隊精心打造，新章期間周1至4有85折，周5、6日消費滿100蚊更送主廚甜品及禮品，優惠嘅折扣，豪華嘅享受，梗係要嚟 Starry Night Restaurant 啦！地址列治文 Back Riff Road 9231號 Costco 後邊，電話778-297-5399。由星明顯赫車壇名人 Michael Ho 領導嘅 The BMW Store 由星期4至日舉行金鎖匙超值大傾銷，只限呢4日，租賃利率1.9厘，現金回扣高達15000蚊。你要嘅寶馬就喺 The BMW Store 溫哥華 Barack 西5街，電話604-736-7381 買眼鏡框送特博防反光鏡咁抵？未算，仲可以配任何度數，連個成千度都送啊！咁梗係 Vanity Optical 明朗眼鏡啦，佢啲新到時款歐洲名牌太陽眼鏡仲全面半價，包括 Gucci、Juicy、Armani 同 Hugo Boss 添。連超薄漸進式防反光鏡都特價200蚊，仲有超抵隱形眼鏡，好似 Acuvue Oasis 特價25蚊盒 ，Air Optics 特價35蚊 ，Pure Vision 都買3送1㗎。Vanity Optical 明朗眼鏡係你買眼鏡同隱形眼鏡嘅專門店。地址列治文公眾市場或名街夾41街，查詢604-267-9968，267-9968。第一窗簾紗窗廠同第一不鏽鋼門廠聯合春季大減價，窗簾布每碼7蚊起，百葉簾每尺3個半，各式窗簾4折，紗窗每個14蚊起，防盜窗花每尺3個半，買鐵紙都買唔到啦。不鏽鋼攬閘每道400蚊，第一不鏽鋼門裝設上中下8條深鎖，鋼花玻璃，防盜頂呱呱，8折再送5條電腦匙，價值200蚊。40年老字號自設工廠，信心保證，電話604-434-2826，434-2826，免費估價。資訊全接觸係由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贊助播出。社會熱點、健康資訊、法律知識、生活點滴，一一講你知。主持羅嘉麗。嗱咁我頭先咧想問下謝律師咧，即係關於即係配偶嗰個即係申請配偶嗰啲難題咧，咁佢話咧根本而家咧就嚴格咗好多，特別咧即係你同個配偶嗰個親密嘅即係個親切嘅關係咧，咁就越嚟越艱難，因為咧移民官有好多嘅即係酌情權嘅，discretion 啊，所謂酌情權就係咁嗱。我哋頭先話喂，咁頭先你講話影相同呢一班人影相，同你個父母一齊去旅遊咁一齊影相，咁而家謝律師啊，而家喂啲人而家唔興影相噶咯，即係用嗰啲 digital camera。咁或者甚至乎寫信咁，你話咁而家啲人都唔寫信㗎。頭先我哋喺咪後講MSN 咁啊，一個 message 或者我哋俾一個短信佢咁，但嗰啲有冇記錄㗎？嗰啲冇記錄㗎喎。咁好難㗎。嗱，譬如你問翻羅嘉麗有冇寫信俾當追我太太嘅時候有冇寫情信俾佢咧？我可以話俾大家聽係冇。係啊。咁點證明啊？而家嘅 generation 啊，嗰啲younger generation 啊，如果係擔保啦，多數有 QQ 啊，有個 Internet 同埋 MSN Messenger 啦嚇。呢啲係有我知道有啲客都係俾我啦，係知道可以有記錄嘅，可以 save 咗嘅，然後有呢啲可能我攞呢啲證據嘅。咁但係你可以 make up 呢啲嘢啫，係嘛？即係你特登為咗你 immigration 咁，你特登作一啲嘢出嚟咁證明，咁就移民官亦都可以唔信你㗎喎。都可以，但係啦，一樣嘢或者唔夠啦，但係一定落好齊嗰陣時先，申請嗰陣時咧一定好 ready 先，然後申請係你好齊全。咁但不如你講大致上你需要準備啲乜嘢啦？譬如我申請嗱喺呢度咁兩地相隔，咁你好掛住你個太太啊，譬如喺某個地方香港又好，大陸又好，邊度都好，咁你申請過嚟，咁你準備啲乜嘢？不如你同大家講最好準備啲乜嘢？或者第一啦，係第一行嗰啲資料，或者佢最簡單嗰啲啦，相片啦、電話單啦、封信啦。如果你送啲禮物送咗俾外父啦，都係俾嗰啲money order 嗰啲 transfer 啦，嗰啲 receipt 啦。如果你係俾錢啦，送緊禮物，但係呢啲係都要攞噶啦。OK，封信你唔好淨係用嗰啲女王嘅，但係都要有個信封 team 啊，係嘛？有記錄幾時送幾時收啦，係嘛？除咗呢樣嘢咧，都有好多其他嘢都可以攞得㗎。譬如果你真係喺嗰邊，譬如多數你翻去中國或者另外地方一齊住啦，
或者住耐啲時間，你可以開個嗰邊或者外國嘅一個戶籍，或者開咗聯名戶口啦。喺嗰邊用啊，或者買嗰啲屋俾佢。如果買屋聯名買得都可以㗎啦。係呢邊啦，如果喺加拿大咧，亦都可以做啲其他嘢安排你。譬如你個外父過嚟嘅，或者太太或者老公，你可以譬如查咗佢過咗嚟嗰陣時，然後點做？佢可以讀英文啦。你可以查咗一個嗰啲 class 俾佢讀書啊，或者讀嗰啲 job class。即係揾嘢做嘅 training 嘅工，即係嗰啲訓練班啦。所以你諗下，即係求職訓練班。係啦，你個計劃唔係淨係結咗婚同埋過嚟。即係佢係要獨立嘅，可以俾佢生存嘅。係啦，過咗嚟然後亦都有計劃㗎。咁好，咁即係證明咧，即係好認真㗎。係啦，係嘛？即係兩個咧一齊生活係好認真嘅。因為主要嚟講咧，即係好多人你知道我所講係乜嘢啦，即係人即係俾嗰啲有啲敗類咧，即係假結婚咁搞到而家好鬼複雜啦，係咪？即係原本就好 straightforward 嘅啫，好直接嘅啫，係咪？但係而家搞到移民局你要收緊呢樣嘢係咪？就防備某些少數嘅敗類咧，即係假結婚。係啦，咁你申請過嚟，咁嗱冇辦法㗎啦，呢啲好肯定咧，呢個社會咧出現咗呢班咁嘅人咧，就會累到大家㗎啦，係咪？不如我哋聽聽電話先。阿胡小姐早晨，你好，胡小姐。你兩位好。我想請問咧，我知道一向就冇咁嘅移民法例，但係咧就有人道，譬如有啲老人家咧，咁你同某一個或者係仔女個感情特別好嘅，咁呢度啲或者唔啱咁啦，咁就申請佢嚟。咁但係咧就老人家同你有冇親戚關係先？譬如母女咁啦，係咪？係。咁有冇規定限？即係依家批嗰個嘅機會個效果有幾多？同埋佢冇要求譬如即係嗰啲母女之後，佢哋可唔可以有家庭？同埋佢有咩要求？係咪一定一齊住嘅？或者佢哋雖然冇一齊住，但係都即係佢成日都要去睇佢嘅。咁威脅佢啊咁咯。阿女啊，嗱，我想問你啊，胡小姐，你做女嗰個呢啲條件要講清楚先。佢本身有冇結婚先？哦，有 family。有 family， 有冇細路？有冇細路先？一個，即係嗱，因為頭先阿謝老師講啊，要計人數噶嘛。係啊。將來嗰個新家庭嘅人數，嗱，譬如你接咗你呢個係呢個老人呢個女嘅母親，係咪係佢喺外地係單身住嘅？係咪咁講啊？即係譬如佢係咪單身住先？唔係喺加拿大啊。唔係佢呢個母親啊，喺加拿大以外嘅地方。唔係單身，有仔女嘅。有仔女，有其他仔女嘅。係啊。咁但係你想佢過嚟？有冇機會？係啊。咁啊，謝律師你講講啦，有冇機會啊？嗱，呢個申請人咧係結咗婚噶啦，即係一家三口。有冇機會咧？咁睇佢收入嘅啫，又係咪？即係都係一樣啦，睇收入啦嚇，睇佢個身體有冇咩事啦，同埋個擔保人都係睇佢收入啦。都驗身嘅喎，即係個老人家驗身嘅喎。都有驗啊。都要驗嘅喎。驗身咁你即係一般病都有嘅啦，係咪？即係唔係話一般即係長期病啦？佢有冇㗎？糖尿病。長期病啦，一般嘅咁即係頭暈身興咁，一般人梗有啦，係咪？咁糖尿病嗰啲算唔算？嚇？糖尿病算唔算？糖尿病算唔算一種即係唔俾佢入嚟嘅一種理由啊？唔係糖尿病，唔係嗰個老人喎，即係即係個申請人。係啊，我講老人就喺呢度啊，申請外邊嗰個女過嚟，但係佢個女就係有 family 㗎，係咪？咁但係佢同佢感情係特別好啊嘛。而家邊個係申請人先？咁啊老人咯。嚇？老人。個老人喺加拿大㗎啦。咁就想申請個女嗰一家人過嚟。係啊。都唔同啦。咁又完全睇嗰個女有幾多歲？因為我知道依家有咁嘅人道，但係就冇人道可以。批嗰個情形有冇機會批？唔係呢個唔係人道可能㗎啦，呢個冇咁嘅嚟。冇可能嘅，完全冇可能嘅。冇可能啊！你話你個女，我相信已經超過咗個即係可以當為一種移民。